不過就算地方再好啊，設施都會老化㗎。好似爆水管啊，咁今年呢就發生過好多次啦。8月底灣仔告士打道鹹水管爆裂，就令到交通大擠塞。咁水務署就預計喺年底之前啊，完成主要路段水管嘅檢測之後呢，唔排除會調整更換嘅時間表，亦都會採用更多嘅新技術，減少爆水管嘅風險㗎。由譚彩雲帶大家睇下呢啲新技術啦。換新嘅地底水管唔一定要將舊有水管移走，可以將呢一條藍色嘅塑膠水管放入原有嘅三鐵管入面。好，下機。先放入機器加壓，令直徑縮小。喺工作井將塑膠水管套入，成為咗管中管。水務署現時有1成半工程採用呢種新技術，唔需要挖開成段嘅路面，只係需要挖2個工作井，將水管套入，減少對交通嘅影響。但係工序較傳統方法繁複。將呢一條水管呢暫時脫離咗我哋嘅供水網絡，換言之呢條水管呢就已經冇水行啦。咁我哋呢要進行初步嘅清洗啦，將佢入邊一啲沉積物啊或者一啲鏽跡啊，將佢清除咗。然之後呢，我哋仲要行呢一個閉路電視啦。咁經過成個水管呢，睇下佢入邊有冇一啲唔尋常嘅情況啊。水務署話呢，唔係每個地方都可以用呢一啲套喉管嘅方法啦去做修復水管。好似呢啲喉管呢接駁位太多，或者呢係一啲太曲嘅彎啦，都唔可以用呢個方法。近期接二連三有水管喺等候更換期間爆裂，包括8月底灣仔告士打道嘅地底鹹水管，封路搶修咗成日，令到港島嘅交通一度癱瘓。水務署話，全港衛署主要路段嘅水管有700條列入咗更換及修復水管計劃，其中100條已經換咗，未來6年仲要陸續更換剩低嘅600條。彌敦道每日車來車往，大約有100條需要更換㗎。呢啲水管會唔會未換就有爆裂嘅風險呢？佢哋嘅狀況係基本上係健康嘅，咁但係因應即係譬如告士打道佢呢個水管老化到爆裂咗咁樣，我哋咧就會加強我哋嘅監測，咧我哋會因應呢啲資料咧，就話有冇需要咧將佢提前去做。咁住譬如第3期，咁第3期嘅期份咧都有成2-3年嘅時間，咁啊係喺第一段時間做啊，定抑或喺第3年先至做咧？就話呢個微調咧就會。水管監測會由之前每個月1次改為24小時監測，包括將晚間記錄到嘅漏水信號經手機網絡傳送到水務署辦公室，希望年底之前完成。亞洲電視記者譚彩雲報道。本港地底埋藏咗好多密集嘅喉管啊、電纜咁樣，統稱就叫做管線。咁工人掘路嗰陣又可能會破壞管線㗎。要減低風險就要靠管線監理師揾出管線位置先施工。不過管線專業人才一直都缺乏㗎。有大學今年就開始提供學位課程喎。譚彩雲講下。喺本港嘅地底，除咗水管之外，仲有電訊光纖同埋煤氣喉管等唔同嘅管線縱橫交錯。平均每1公里道路嘅地底就鋪設咗大約40幾公里嘅管線，總長度達到94000公里。掘路維修時有可能令管線受損，降低使用壽命。要減低呢一啲風險，就要了解佢哋嘅位置。管線從業員用探地雷達偵測地質嘅反射波幅，揾出管線位置。電線都可以揾到㗎。管線探測儀如果感應到相同電流嘅電線，咁就會發聲，同埋顯示埋藏嘅深度。根據路政署數字，近年挖掘工程引致地下公用設施受損，由03年600幾宗下降到舊年嘅100幾宗。原因之一係越嚟越多承建商喺掘路之前揾管線專業監理師做測量，不過有時都有限制㗎。如果2條喉管同樣都係金屬喉，我哋利用信號去探測嘅時候呢，好有可能係由1條喉管個信號跳咗去第2條喉管啊，即係誤認咗第2條喉管係佢，所以要好有經驗嘅操作員呢，先可以肯定知道邊條喉係佢哋想要揾嘅喉。本港有唔少大型嘅基建陸續上馬，亦都有唔少嘅工程會即將進行㗎。咁管線學會認為管線專業人才呢方面嘅需求仍然好大。本港5000個管線從業員只有100幾人有專業資格，而且大部分入職之後先至培訓。
業界預計仲需要500人。理工大學今個學年會同管線專業學會開辦全港首個學位課程。專業人員咧去負責鋪設、去檢測、監管咁樣。咁但係佢都係限於佢自己用開嘅方法。一個學位課程咧，會帶俾同學一個最新嘅資訊，即係話喺呢個世界裏邊，其他嘅先進系統佢係點樣做緊嘅嚇。咁變咗咧喺個專業嘅訓練裏邊咧，個同學咧可以知道佢有好多嘅技術嘅 options 選擇。佢又話政府應該利用管線專業整合各類管線嘅資料，製成資料庫，有助日後建築同埋道路嘅規劃同埋維修。亞洲電視記者譚楚雲報道。而家全港有700條主要路段嘅水管納入咗更換計劃㗎，其中80%嘅水管用咗25年以上㗎啦。除咗啱啱提到嘅彌敦道有大約100條水管要換之外呢，觀塘道亦有80條水管等候更換，龍翔道有75條，而經常塞車嘅窩打老道就有60條。早前曾經爆過水管嘅港島干諾道中有29條需要更換㗎。水務署就預計最遲喺2015年之前要完成晒更換工程。